書記聽到陳老師咁講就好驚奇咁話：呢個人就係管人事嘅。鼎龍就同佢話：咁就講明你用人得當呢。M 記者見到書記咁開心，就極力推薦鼎龍嚟大學做嘢。鼎龍嘅住屋同埋工作條件以及佢嘅成就，我哋私底下都討論過，覺得唔係好相稱。M 記者就話：書記啊，你睇下，如果將陳老師留喺身邊，幫你選拔人才，做個用人嘅顧問，你話幾好呢？佢仲搞咗好多其他研究，選拔體育人才呢啲都係新學科，有好大嘅潛力。陳老師的確係個難得嘅人才啊！書記即刻就表態話：好啊，我本人都歡迎嘅，唔知陳老師你願唔願意啫？陳老師就話：唔係我唔願意，不過我睇你就嚟都要調動咧，你已經有咗消息咧，我睇恐怕我好難嚟到啊。鼎龍係冇認真諗調動嘅事，佢感到書記都就嚟要走啦，人一走茶就涼，去到一個新環境，恐怕諸多不便嘅，反而唔使急住調動。M 記者同我聽咗都未免幫佢着急。書記調動真係有咗消息，幾個地方都叫佢去，不過佢仲未揸定主意。跟住佢又問幾時可以調動。陳老師就話：呢啲唔係其他人嘅事，係你自己嘅問題。如果人哋唔要，需要做工作，要等待。而家人哋要你，你又揸唔定主意，猶豫不定，自己拖，人哋點可以掌握時間呢？鼎龍覺得好笑，就更加印證咗自己對書記猶豫太多嘅論斷。書記就話佢未考慮成熟，萬一調到嗰邊情況有變，咁連夫人都調唔到去，咁就變咗兩地分居。鼎龍就企起身就話：M 記者，我哋仲有其他事。於是我哋就向書記告別啦。出咗校門， M 記者就埋怨鼎龍話：啱啱調工作嘅事，佢已經應承咗啦，一把手話得就得噶啦，你點解要推遲啊？一定好過喺中學啦。鼎龍笑一笑就話：你嘅好心我心領啦。佢而家雖然唔走，但係我睇佢始終都係調走嘅。佢一走，我呢個新調嚟嘅單位好怕做事好難嘅。再講，我一唔求升官，二唔求發財，調唔調本來都係冇所謂嘅。M 記者聽到之後就只好搏命咁搖頭啦。嗰一晚我又反覆咁將陳鼎龍手上研究嘅情況仔細考慮一番，睇嚟幾番印證以前嘅事佢都測得好準。呢種預測只不過係能夠令人感到震驚。對於鼎龍嚟講，用佢自己嘅說話講，只不過係印證一種方法，對於被測人啱唔啱用，啱用嘅目的係為咗用同樣嘅方法對今後未發生嘅事進行預測。以前嘅事測得再準都係舊話，關鍵係要今後點樣至係預測。預言先至係佢研究真正價值所在。佢預言嘅事會唔會發生呢？應該對佢嘅預言進行驗證，呢個係我應該要做嘅下一步。轉眼到咗暑假，暑假係老師喺酷暑入邊特別享受嘅。對於鼎龍嚟講，一年2次嘅假期係難得集中研究嘅時間。當我再次登門嘅時候，佢啱啱喺度翻緊資料，喺套間嘅床上邊、台仔上邊擺嘅全部都係書。我攞起啲書嚟睇，有梅花易數、王極經世索引、百厥圖、大陸吟、金咸玉鏡圖等等。翻開嚟一睇，唔單止文字古舊，而且內容根本睇唔明。我就覺得好奇怪咧，以一個文科大學生從事文字工作多年嘅資歷，居然好似門外人咁，
真係令人納悶啊！裏面所寫嘅全部係甲乙丙丁子丑寅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呢啲咁嘅數字，天干地支加上卦，各種圖類，睇極都唔明。跟住我就問啦，呢啲書睇得明嘅咩？陳老師就話唔明都要睇啊，慢慢研究一定可以明嘅。人哋寫得出，我哋就算蠢啲寫唔出，但係讀應該讀到落去嘅。嗱，等住用就唔使翻呢啲資料啦。佢一指，我先留意到外間坐嘅一個滿頭焦急攣頭髮嘅後生。點啊？哦，佢俾人呃咗錢，急到走嚟問我，有個資料本來查一查就解決問題，但係一直冇用，而家急用又唔知去咗邊。跟住陳老師就繼續喺度揾，喺床下底拉咗個大箱，抹走咗上邊嘅灰塵。佢打開個箱，一陣霉味散出嚟。佢話：你先去外邊坐一陣呢，呢度灰塵大，亂七八糟，冇地方坐。唉，啲書都發霉啦，床下底太潮濕啦。我去到外邊同嗰個後生傾起上嚟。原來佢翻工嘅時候喺一個路口見到2、3個人圍住一個人喺度買藥，一問原來係醫風濕性心臟病嘅藥，係西藏高原產嘅藏紅花，效果好好，內地好難買嘅。於是佢就起咗心，佢阿媽患咗風濕性心臟病好多年，食藥都唔知食咗幾多，都唔見效嘅。亦都聽人話藏紅花唔錯，不過就未見過。今日呢，好唔容易就俾佢撞到啦。跟住一陣間功夫啫，就有2、3個人喺度講價錢，買咗200幾蚊嘅藥。啱啱好科長叫佢尋日去買嘢，嗰啲嘢買唔到，200蚊仲喺身上邊，佢就攞出嚟買咗藏紅花。去廠嗰度先揾咗醫務室，請醫生睇佢嘅藥。醫生一睇就話：假㗎，快啲退翻佢啦！佢即刻坐上單車就翻去揾啦，仲邊有賣藥人喺度呢？於是佢就匆匆忙忙走嚟揾陳鼎龍啦。我就問佢：你當時冇諗過啲藥係假嘅咩？嗰個攣毛就一路搓手一路話：真係好似鬼迷心竅咁啊！淨係諗住買咋，200蚊啊！我2個月嘅工資啦。鼎龍喺入邊嗌咗一聲話：揾到啦！跟住我哋2個即刻衝入去，嗰個係一本薄薄嘅小冊子，寫住出行寶鏡，寫住諸葛亮著，唔知係託名定係真嘅。鼎龍打開本書翻咗幾頁，又問咗攣毛係咩時間喺咩方向唔見嘅。鼎龍跟住就話：查到啦，錢可以攞翻嘅，不過而家唔得，要等到夜晚10點鐘，喺你俾人呃嘅北邊，你仲可以揾到佢，一攞就攞到翻嚟嘅啦。攣毛就話：陳老師啊，如果攞翻啲錢，我一定多謝你。陳老師就話：咁就唔使，攞翻錢你話俾我聽一聲就得噶啦，下次我可以總結經驗，攞唔翻都話俾我聽啊，我再幫你諗辦法。攣毛講咗一聲多謝就走咗啦。我就唔理解，我就問陳老師：你點知道夜晚10點鐘喺乜嘢方向可以揾到人？陳老師就話：人係活動嘅嘢，活動亦都有規律，不過呢個規律有啲係俾人認識到，有啲係冇認識到。我哋祖先一早就推算呢啲方法，只不過我哋唔掌握嘅啫。嗱，你睇下，跟住佢打開本書，我睇到嘅只係幾個睇嚟一模一樣嘅圖形圖案，裏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開憂生傷盜景死驚呢啲咁嘅字樣，我完全唔明白係咩意思。陳老師就話：呢個就係陰陽遁圖，同你講呢啲驚你一時都唔明白嘅。人總係喺時間同埋空間入邊活動，自然界嘅時間空間嘅變化係有規律嘅。
朝早太陽喺東邊，夜晚太陽就喺西邊。人雖然唔係自然物體，自己同自然物體變化之間亦都有一種奇妙嘅聯繫，亦都喺度活動，總唔能夠成日喺一個地方嘅。按照呢個圖嚟分析，夜晚賣藥嘅就會喺嗰邊。嗱，佢總係咁自信，我就反而覺得呢件事似乎太玄咧。我係入城順便嚟睇下，另外我想多了解一啲你預測方面嘅研究。陳老師見到我咁講就話，我都喺度摸索緊嘅啫。我睇你手上邊都有神秘符號，如果你有興趣，可以一邊了解，一邊自己都學一啲㗎。嗱，我哋一齊搞啦。鼎龍即刻就停止收拾嗰啲書，抹一抹汗。我簡直唔相信自己對耳。我話我都得，有咩問題啊？話得就得㗎啦。哎呀，咁就太好啦，陳老師，我好激動咁揸住佢對手。我諗呢個對於研究鼎龍以及佢嘅手相，無疑係開咗綠燈㗎啦。鼎龍就話：我唔係拉你嚟搞呢啲，我哋嘅研究應該逐步俾社會認識。你係記者，亦都應該係個公正嘅考察人，自己深入嚟就可以知道係科學研究定係封建迷信。其他人問你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理直氣壯嘅。忽然間外邊有人嗌：陳老師！陳老師嘅夫人張慧文喺外邊擋架話：邊個啊？陳老師每日都有人揾，有時搞到佢連書都睇唔到，睇書都要揾個地方匿埋，匿到人哋揾唔到個地方，好似病人追住名醫一樣，無可奈何。太多人嚟揾，都俾阿慧文擋住。聽到呢個口氣，又係擋住咗啦。鼎龍喺入邊就嗌咗一聲：俾佢入嚟啦，慧文。入去喎。有個後生仔入咗嚟，手入邊揸住一張紙條，上邊寫住：陳兄，有一好友有急難之事相求，望與幫助，改日專門來謝，拜託老友某某。陳鼎龍覺得唔似呢個後生仔30幾歲，睇唔出咩事，就話：人呢？係咪你啊？我係司機，請你去屋企隨便食啲飯啫。鼎龍就話：慧文啊，你嚟執一執啲書，我同韓老師有事出去啊。跟住就拉埋我上車。好彩我嚟嘅時候就可以撞到一次驗證嘅機會啦。部車仔喺市入邊嘅路上邊慢慢咁開，於是我就開始同阿鼎龍傾起嚟啦。我話：你點樣識得魏孝榮嘅？因為我推測八成係睇病嘅原因。不過一講，鼎龍就搖頭啦，然後就講起佢哋認識嘅過程。佢話有一日中午就嚟食中午飯啦，聽見院子有人嗌陳老師。鼎龍出嚟一睇，一個40零歲嘅人，個頭唔係好高，面色微微黑，戴住一副眼鏡嘅人企喺門前，見到佢就喺度微笑。對方就問：你係陳鼎龍啊？係啊。你係邊個啊？我唔識你嘅。鼎龍就感到奇怪，成日都有陌生人嚟揾嘅，都係借住呢個朋友嗰個熟人介紹。就算係江湖中人，亦都先報姓名、來處，講明目的。但係呢個人就好怪，淨係喺度笑，一啲都唔生疏，又唔尷尬，好似好自然咁。嗰個人仲唔識唔緊要，好快就識㗎啦。然後就好斯文咁行過嚟，主動同鼎龍握手。鼎龍一睇唔似係個江湖人，亦都冇乜惡意，就叫佢入屋坐啦。嗰個人就開始風趣咁自我介紹啊，我係北大街東五路口西安醫科大學第2附屬醫院腰腿痛專科醫生魏孝榮，而家清楚啦嘛？你唔使介紹啦，邊個俾我介紹你都唔使問，你個名聲好大，有幾個人同我講過你，話你研究得好犀利。
今日我哋初次見面，聽日電視播放我嘅專題片，你睇一下，有助於你了解我呢個人，我哋就互相了解咧。好啦，你我都好唔得閒，亦都唔耽誤你嘅時間啦。以後我哋打攪嘅時候仲好多，睇咗電視之後，我再嚟拜訪啦。講完，魏孝榮起身告辭。鼎龍就覺得呢個不速之客談吐不凡，反應特別靈敏，講說話恰如其分，社會經驗睇嚟相當豐富，眼唔大，不過特別有神，發出一種淡淡嘅藍光。呢種眼就係所謂嘅蛇眼，生咗呢種眼嘅人個腦特別敏捷，由佢兩眉嚟睇，事業上邊亦都相當有成就。所以就開始留意第二日嘅電視啦。平時鼎龍係唔睇電視嘅，嗰日佢好早就坐低喺度睇節目預告，喺播放魏孝榮專題電視片嘅時候，佢先知道呢個魏孝榮果然不出所料，醫術高妙，發明一種用力學治療頸腰腿痛嘅方法，可以話係立竿見影，好神奇。國內外堪稱一絕，佢喺內心入邊都感到稱讚。第二日，魏孝榮又嚟訪，鼎龍對有知識、有一技之長嘅人格外尊重。佢知道呢啲人同自己一樣，所得到嘅學問、技術都係經過艱苦努力換翻嚟嘅，起碼應該尊重人哋嘅勞動。魏孝榮亦都好直爽。佢話聽講你喺手紋研究上邊造詣高深，我係搞醫學嘅，本來對易經、陰陽五行都經常接觸。你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合作研究？我負責揾啲病人，你就幫我睇，將手紋用到診斷疾病上邊，都算係對社會做翻啲實事。你覺得點呢？鼎龍一聽，醫學上邊自己就唔識嘅，亦都正好缺乏研究嘅方面，有人自願合作，何樂而不為呢？所以佢就好痛快咁應承。從此之後，經常同孝榮一齊研究病理手紋，對心臟病、胃病呢啲咁嘅病進行集中研究。鼎龍仲將呢啲病喺手上邊表現製成精美嘅彩色圖譜。有一日，鼎龍嚟到醫院，孝榮見到之後就話俾佢聽，有一個老幹部聽講佢識得睇手紋，好好奇，想見下面。鼎龍就唔理老唔老幹部嘅，佢就話見就見呢，反正都係人啫。跟住兩個就踩單車去嗰個人屋企啦。入到屋見到嗰個老領導，呢個人睇落去接近60歲，頭髮花白，着一身再生布顏色好相近嘅中山裝，好樸素。魏孝榮簡單咁介紹咗鼎龍，嗰個人就請鼎龍幫佢睇手紋。呢個係一間2房1廳嘅套房，3個人坐喺客廳嗰度傾偈。過咗一陣，個孫仔走出嚟，又過咗一陣，嗰啲家屬行嚟行去喺度睇熱鬧。鼎龍就覺得干擾太大，影響情緒，就話不如去入邊間房嗰度睇。入邊間房嘅光線昏暗，雖然着咗燈都係唔夠光。鼎龍就淨係自己喺度講，嗰個老人就一言不發，又冇話啱，又冇話錯，個面平到好似一塊板咁，目無表情。如果係以前呢，鼎龍亦都會耐心咁喺度睇。今日跟住孝榮嚟，覺得呢種氣氛大煞風景。佢心諗，你唔講啱定唔啱都唔緊要，我都有辦法嘅。跟住佢就話呢度光線太暗，仲係翻客廳。一去到客廳，老婆仔女孫仔孫女嚟咗一大堆，圍住喺度睇熱鬧。鼎龍講一件就一片驚奇，喺度唏噓之聲。鼎龍就明啦，自己嘅判斷完全正確。雖然老人仍然係黑住個面，已經好勉強啦。所有嘅嘢睇完，大家都一片讚嘆。鼎龍又點出老人一個大缺點，
話佢喺屋企最驚老婆。呢句說話唔單止大家笑，連老人個面亦都唔黑咧，亦都笑起上嚟。呢個時候佢先開口話：陳老師，你講得全部啱晒，果然名不虛傳啊吓！仔同女都爭住伸出手，一時都好熱鬧。老人個二仔將隻手一伸，鼎龍一睇就問：邊個係你愛人啊？老二用手指指下嗰個女，鼎龍一睇呢個女，雖然鼻直目秀，但係面有病容。再睇一睇手就問：有冇人話你有癌症啊？淨係呢句說話，嗰個女就即刻喊起上嚟，全家就亂成一團咧。